只剩下最后一个。来，文胜有没有把握？我觉得你应该蛮有自信的了。来，好，中国好声音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清唱几句。你叫干比。我们来欢迎这位中国好声音出场。来。 哇！欢迎我们的张玉霞，快点哦！玉霞，哎呦，今天很多的歌迷来哦，哇，真的。那你今天要帮我们带来的这首闽南语歌是老杯。他如果用这一首歌的话，我可能会输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一首歌的就是感情跟技巧都比我那个浓。我的老爸今年已经70岁，伊常常讲，我老婆很会做人，替我生了3000斤啊。到今嘛，伊也是为阮在烦恼操劳。我想要将这首歌送给伊，祝福伊健康快乐，吃百里。一个人伫我面前，迄是阮老爸，孤单时的人客，往事是彼杯茶，行月娘传予银幕的批。 不知收着袂，讲伊着不免挂念厝内底，大大细细，爸爸的面相所留的，是请咱一家活来。 大家一双手，一双眼，一步一步较难经过。爸爸的理想，甲酸酸的，慢慢真正享受过。男友好无机会。 一个人只有一个老爸，爸爸的辛苦所留的，是跟咱同款的妹妹。一枝草，一条路，一代一代牵手万世。 老爸，因为老爸有钱嘛无地买。谢谢玉霞带来的老杯，谢谢。 清风一直吹，心事要讲袂详细，有时阮要想几暝，等无月天该出。
啥人的思绪，无讲出的几句话，只有我陪问天地，问世间冷暖怎轮回，事业前途应该也对对，希望一切又会当顺心，大大小小平安快乐过。问缘分到底徛偌多，为何真意真心无地找？虽然这段是孤单一个，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。点点无声透热热，看着温暖的土地。伤心最后半一杯，推开咱无比一个。伤心最后半一杯，放天替咱无比。一个家。寡杯徐伟胜，谢谢。来，玉霞，慢慢来啊。这个玉霞带来的歌曲叫《老杯》，听的这唱这个《老杯》，真的大家很有感而发的，是那种很温暖的感觉。他也把我的眼泪唱出来了。玉霞一开口，就在这个乱世当中。带来一股非常抚慰人心的声音，而伟胜唱歌不一样，你很激情，你是一个充满澎湃激情的年轻人，你唱歌也很棒啊。今天你在玉霞面前毫不逊色，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最后一组完美 ending，漂亮的演出。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伟胜的得分。徐伟胜的总分，请看：30、60、80、93分。好，看看我们玉霞的总分是多少？请看：30、60、95分。95分。我们先请伟胜，好，先在我们刚才的位置呢，先坐一下，好吧？谢谢伟胜，回到我们十强原来的位置。